BB 豬啊，我咧就睇咗個 guest list 㗎啦。咁你話想咧喺主家席嗰度留翻一個位俾隻 baby 狗狗係好 sweet 㗎。不過場地咧話唔招待狗仔嘅，不如你咪使旨意啊！我一定要有個 baby 咧參加我個婚禮嘅，你搞掂佢。BB 豬，唔使怕，我有辦法。完美嘅婚禮係每一對新人夢寐以求，所以阿摩亞嘅專業婚宴團隊都會細心聆聽每一對新人嘅需要，創造難忘嘅婚禮。就算咧想帶埋寵物一齊出席你哋嘅證婚儀式，或者咧配合埋現場嘅 live band show，我哋都一樣安排到㗎。或者你可以考慮下用 baby 狗狗代替花仔花女，同你一齊 march in 啦。哇，咁真係又 cute 又好浪漫啊！露天場地靚啊，梗係好啦。但係萬一落雨，咁阿爸阿媽、岳父岳母大人、大姨婆、大姨丈同埋表姨媽，仲有成家親戚嘅朋友，未變成落湯雞，咁我咪就唔使擔心，你哋當然可以選擇喺優雅別致嘅露天水上台證婚。就算遇到落雨嘅情況，都可以即時轉入去宴會廳進行你哋嘅證婚儀式，保證你哋嘅 big day 可以順利舉行。BB 豬啊，阿摩啊喺正九龍塘港鐵站附近，就帶你班親戚朋友，而且喺鬧市裏邊好少有咁靚嘅園林美景㗎。係啊。哎呀，如果咁啱嗰日咧有人 book 咗宴會廳，咁點算啊？我唔要我同班姊妹啊喺門口等咁肉酸咯。當然唔會啦，我哋呢度係以包場方式舉辦婚禮，同一個時段裏邊咧係唔會有其他人干擾㗎。阿摩亞擁有過萬尺嘅獨立洋房，私隱度極高。就連等候區都係舒適優雅，你哋仲可以考慮喺宴會廳設宴請客，唔使頻頻撲撲。晚上露天花園嘅燈光仲會為你營造一個浪漫嘅氣氛添。太好啦 ，BB 豬，阿摩咁貼心嘅服務，你隻 baby 狗狗同埋一班親戚朋友就招呼得到啦。算你啦。喂！揀選婚禮場地，除咗有室內地方之外咧，亦都可以揀選一啲戶外 outdoor 嘅地方，因為咧戶外可以做一啲嘅證婚啦，做 after party 啦，又或者做一啲嘅主題婚禮婚宴咧都 OK 嘅，咁所以大家可以選擇埋 outdoor 同埋 indoor 嘅喎。